上新的消息来看，昨下晡5点外，台北市发生杀人的事件。一个醒吾科技大学18岁查甫学生，那像是因为感情纠纷，伊走去文化大学找另外一个20岁学生理论，竟然佫举菜刀甲人杀着伤，加在是无性命危险。即阵互依照杀人未遂来侦办。这个穿蓝色衫的查甫人手举一个菜刀，向戴安全帽的学生一直挖过去。文化大学的警卫挡伫咧中，掩过查袂了。文化大学学校边发生大路杀人，真侪学生拢惊着。我一抬头，我就看到那个人，他拿刀要砍那个人，然后戴安全帽的那位同学，他的机车是倒在地上的，然后警卫在拦他们。18到5点外，95年厝的醒吾科大姓杜的学生，甲93年厝的文化大学姓刘的学生，敢若是因为感情的纠纷，约伫咧文化大学后门要谈判。所幸范闲与刘姓被害人双方因感情问题口角纠纷产生嫌隙，而约定中华文化大学后门外理论。无想到讲，姓杜的学生举菜刀要杀人，警卫去甲靠讲，想要甲刀抢来，并且通报学校的教官报警。被害人刀手被杀着伤，回1楼，嫌犯家己的刀手也受伤。警方甲2个人介护送医，不加在2个人意识清楚成人，离空嘴填好了，上警局做笔录。是为了感情吗？那个女的先找我。2人正经因为感情的纠纷，就捌伫咧网络顶相骂，即便约出谈判，煞变做杀人的事件。警方依照杀人未遂罪嫌侦办。文化大学讲，学生和校外学生攻击受伤，学校已经进行校安通报，也通知学生的家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